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4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天有什麼新聞重點。屏東墾丁國家公園出風批生態保護區，早起傳出虎頭蜂攻擊事件，3個爬山協會成員2個人死亡，1個人重傷。115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直立法院已經拖350天，各有72案調議無共識，今仔會進行表決，哪裡攏加急動員。台股反彈的 MSCI 全球市場指數又各項調升，早起台股一度起破46000點，各有機會成全球的資金來台灣投資。來看一個上新的消息，屏東地早起發生虎頭蜂叮死人，一個登山協會這禮拜要佇屏東縣的滿洲鄉辦活動，其中有3個領隊12號先去墾丁國家公園無開放的那林溪到出風批地區探落草，煞去拄到虎頭蜂，有2個查甫人死亡，一個查某成員重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是表示講，3個領隊佇12先去探路，13下晡閣還未落山。今仔早起，其中一個姓張的查某人是傳信息給因朋友，講因去拄到虎頭蜂，有2個人已經死亡，伊家己嘛重傷。早起手機啊總算有信號，才有法度喊救人。即馬嘛已經出動18個警消人員去救人。再來看115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直立法院審查已經拖350天，各有72案調議無共識，今仔會來進行表決，哪裡是攏加急動員。國民黨團的總調寶坤基是呼籲行政院長杜英泰唔通糟蹋立法院的尊嚴。杜英泰是強調講，望國家會當走向正常的方向。另外，在公投案的部分，南北是繼續提出6項的公投提案，有4案佇今仔進行表決。其中交通環境專用變形閣廢除飛鶴家園3案已經表決通過，也不過民眾黨提出的安樂死並無通過。立法院會14特別處理國民黨團加民眾黨團提出的6項公投提案，雖望講團出南北討論了後，把4案留落來，不一個表決進程。民眾黨團講安樂死、交通法案全部投入交通，加移轉投票，公投提案會照常提案。針對國民黨團提出的變形公投，因黨團攏會棄權。如果國民黨有提出非理性的一個公投，我們會秉持我們團進團出啊，應該會棄權啊。民進黨團是表達反對的立場，那為什麼反對？首先，這些公投都是逕付2讀，都沒有在相關的委員會中好好的討論。立法院會嘛針對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展開馬拉松的表決，而且調議有共識，若是3讀無完成，17會加開院會處理。國民黨團總調寶坤基佇咧黨團協商進程，就強調，在野黨的預算總提案數已經降到75案，愛行政院長杜英泰唔通去吞大立法院的尊嚴。希望左榮泰能夠把該附屬的要附屬，不要再踐踏立法院的尊嚴，也希望賴清德好好珍惜韓院長的善意。整個預算過程裡面涉及到太多的一個政治性或者報復性的，那既然都韓院長也已經發功了以後那足供各個政黨來好好的做一個思考，理性來做這個總預算的一個攻防。今年度總預算案也未佇咧立法院3讀通過，不過行政院13就先講，但總預算3讀了後會提出追加預算，黃志基講是要甲南北提案反制。杜英泰嘛說明講是為着國家發展需要，不一個哪位luật師報道批評 SOP 是總預算通過了後，才有咧追加也是裁減，這個行政院的動作是有其他的考慮。我們依照預算法的規定，有符合這個4大的這個需求的時候，絕對跟這個刪減預算的因果關係不一樣，但是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需要。擺明就是來吵架的嘛，就是到時候就說，你看哦，立法院不審，我已經追加這個都是社會福利，這個視立法權如無物啊，這個應該受到人民的譴責。也若哪位洪曉玲提案要甲杜英泰9月到12月薪水凍結，杜英泰的回應個人事小，國家事大。若是干那伊會當阻擋軍人效忠中國的興旗訪港計劃，伊一定會堅持到底。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歐洲的股市，今仔攏表現了袂歹，台股佇今仔早起嘛有一度衝破46000點。佇 MSCI 全球標準指數的成分股第3季的調整，嘛將對台灣股市佇全球市場3大指數攏調升。業界嘛認為講，咱台股有機會請來自全球幾啊千個資金來投資台灣。這2天台股的表現嘛已經有反應了。
受到美國收關的刺激，亞洲股市今日普遍開紅，日本股市延續半導體、科技股帶來多頭氣勢，日經225指數早盤大起580點。南韓 KOSPI 尾期嘛正旺，盤中捌價到7010點，台股開盤了後，上懸衝起46402點，早起達到維持在46100點以上，高動震動。國際重要指數編製公司 MSCI 12公布第三季調整結果，台股三大指數寬檔同節起，全球標準型指數寬檔升到3.13%，增加0.05個百分點；新興市場指數起到26.85%，增加0.25個百分點；亞洲第二日本指數起到30.03%，增加0.28個百分點。三項寬檔攏連續兩季調升。市場認為，馬太最近台股尾盤增加動能，主要反映是在昨天我們有看到，就是第一個台股的成交量放大嘛，第二個就是昨天的一個外資在台股的買超力道就有加大的一個現象。那所以因為這個指數調整而流入台灣的資金量大概就是目前抓大概潛在就是60到65億美金左右。除了業界人士認為這有可能會為台股帶來正懸的資金活水，學界嘛認為這唔那是短期效應嘛。歡迎國際看好台灣股市以及中長期產業的發展。不過，對着國際資金對台股投資部位的增加，未來受到國際經濟帶來波動跟風險嘛，可能會安尼壓升。還有一些投資跟獲利是不是能夠平衡的這些問題需要去處理，所以它當然也會帶來一點的風險。但是長期來講，那個像 MSCI 這些指標，它有調升我們台股的權重，這個在長期來講確實是好事啦。因為追蹤 MSCI 指數的各類全球被動型基金，將會根據新一季的寬檔進行資產的配比平衡，所以相關的資金賣佇9月初1生效進前陸續進場，股市匯市有可能的變化，將會是各界關注的焦點。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咱國駐瑞士日內瓦辦事處的處長李冠德，和同事指控講報假消霸凌，外交部已經啟動調查。外交部長林佳龍嘛表示講，已經有要求處長後禮拜回國來配合調查。另外，原民會副主委陳義實嘛和同仁申訴霸凌，原民會嘛表示講，針對人事業務嘛已經做調整，嘛啟動調查了。上週就已經有電函這個李處長回到台灣來進行這個接受調查跟說明。面對住辦事處連續過來的霸凌爭議，外交部長林佳龍證實已經通知要把人叫回來台灣調查。咱國駐日內瓦辦事處處長李冠德和同事聯合指控涉嫌職場霸凌、酒駕、濫用公款、報假消等200多項的缺失。伊本人提出13頁的書面說明，反駁相關的指控。傳出李冠德8月初6調集辦事處的同仁開會，議事要施壓。專案調查小組在調查中，那我們會尊重這個程序，是時間上是下週1就要返國。那在這個期間，也不能夠有任何去干擾調查的行為。如果有的話，我們也會一併列入調查。外交部強調，職場霸凌零容忍。8月初2經過審查受理了後，已經組成以外交部委員為主的調查小組。啟動定事，而且同款發生在行政機關，互人叫做假日回刀手的經濟辦選手陳義信，去年9月接任原民會副主委，但馬龍逼出對部下職場霸凌，狀況包含遭受不當言行對待，起碼發生集體暴力、各言語的侮辱。強化職場友善的環境，一直都是行政院還有各部門持續努力的目標。那麼相關個案呢，已經由受理的申訴單位，也就是機關正在依法調查當中，政院會尊重調查結果，也會支持部會依法做成的相關決定。原民會嘛表示，除了啟動調查嘛，已經調整人事業務道德的權責，嘛提供申訴人必要的心理支持甲關懷。那陳義信本人目前是也未回應。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籍屏東縣議員宋麗華伊的翁婿涉詐欺，佮有洗錢等案洪成壓。高雄的橋仔頭地檢署對查發現有一寡資金是欠佇宋麗華的口座，12進行搜查證實，先後檢方認定宋麗華涉詐欺洗錢罪嫌重大，向法院聲押。早起法院是裁定宋麗華300萬交保，限制徛家。
甲第二任翁婿甜甜蜜蜜手牽手穿新娘衫去公投登票。屏東縣議員宋麗華2001年甲自稱企業家的鄭任優辦結婚，沒想到過當年鄭任優就因為牽涉到一件美國人氣壓縮機專利的投資案，互審法庭判伊按照詐欺罪判4年的有期徒刑。人目前已經在坐監，宋麗華嘛因為安尼再次離婚。我目前是 Domain 公司的亞洲代表人。我們從事一些亞洲部分的投資。結婚迄天，鄭任優接受訪問講，家己是企業的亞洲代表人，老爸說互法院認證全部攏是假。鄭任優用假身份假公司，怪朋友投資2000多萬，法院認定詐欺判刑，叫頭地檢署刷落追查資金，所發現有錢流入去屏東縣議員宋麗華的口座。檢方12去宋麗華高雄的厝發動敲催，甲人帶回訊問了後認定宋麗華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他一切就交給司法去定奪了啊！但是他的服務、他的精神，真的在我們一般我們的鄉親裡面，大家都對他是肯定的。宋麗華是連任5屆議員，嘛是國民黨為登記參選第2選區的女性議員，一旦講是登記參選，就登記當選。現在看連任官司，也個選戰出現變化。記者柯明哲、柯家族、邱超雄綜合報道。來看美國的川普政府甲全球40個貿易夥伴是當作會協助中國逃避關稅可能的名單，包括歐盟、日本、南韓甲台灣攏佇名單內。未來美國會利用人工智慧來掠非法的行為。咱國的財政部關務署嘛指出講，去年4月開始，關務署就推動預防、嚴查、處罰3道防線。去年4月到今年8月，嘛已經查到413件違規生產地案件。美國總統川普在2018年頭一擺對中國加扣關稅，中國為着要閃關稅，一直用足機密還閣複雜的步數來洗產地。根據美國白宮公布的大運轉騙局報告當中，就指出，包含台灣在內40多個美國貿易夥伴，都列作是可能甲中國盜閃關稅的潛在風險名單。採取了事先嚴防、事中嚴查、事後嚴處的3嚴的措施來因應，請廠商在出口時要檢附證明文件。財政部關務署就表示，針對防止違規運轉，從去年4月到今年8月初，攏總查到4300多萬條，其中查到疑似413條是違規轉運。在美國的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建立一套分散式影子轉運網絡系統，互認定參與轉運大騙局的國家分3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多元化規模領導者，台灣嘛互列入。第2層級是規模領導者，和中國有重大經濟整合，包含巴西等等的國家。第3層級是小型機會主義的中國目標經濟體，阿根廷等等國家攏互點名。未來美國嘛用一套名號做邊境審探的 AI 系統來加強查緝。透過這個美國他們設定所謂 AI 的這個查核或交叉比對，的確對於台灣的企業來說會相當的辛苦。那這也是他們成本大幅提高。學者就表示，台灣的廠商當然面臨中國的去中化，還有在咧考慮是不是要去成本較低中國來設廠，未來就要持續濟家攏投資一掛狀況。因為美國防止洗產地態度是有夠嚴格，對台灣的廠商來講，未來提證據的成本會愈來愈懸。記者綜合報道。麥當勞2項新產品蝦仔堡，才賣一天爾就標出講蝦排原料驗到抗生素，趕緊把商品落架。專家指出，這種抗生素對動物有致癌性，照咱國內規定是袂使驗到的。麥當勞早起嘛宣布退錢的辦法，在9月30之前，攏會當去當初買的店退錢。店外各大蝦排產品的海報，不過麥當勞是發新聞稿表示講，收到廠商的通知，進口的蝦排原料雖然有頂油檢驗合格的文件，但是自主檢測到法令規定應該零檢出來硝基呋喃含伊的代謝物0.7 ppb， 決定要停止使用蝦排，而且暫停賣2項相關產品，會進一步復驗來釐清狀況。讓已經買到問題商品的人客，麥當勞會議室內嘛，第一禮拜來提出退款機制。其實這是事後亡羊補牢嘛，就是如果進來前先做一些檢測，在企業的這個部分，他們可以先做到自我檢查，這件事情一定都是更加分的。專家分析，硝基呋喃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光合性抗生素，對真儕種個人使用性菌和陰性菌有效，但是國內法規明定，所有的禽畜肉品和水產品攏袂當檢出，因為恐驚會予民眾有致癌和過敏反應的風險。
它在動物實驗室致癌物，在人體並沒有致癌證據。可是我們在醫學上還是擔心說，如果民眾長久吃到這個食物當中有消基呋喃的成分的話，長期還是擔心會有致癌的疑慮。食品安全的風險有可能的來源嘛，包括使用色素。消基會抽查35項市面上有色素的食品，可能內面有半數攏有國內當合法使用的使用紅色7號色素，但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經宣布撤銷這種色素，做食品和食藥仔的色素的核准資格。加州嘛已經正式立法，按算到2027年全面禁用，後面嘛嚴格限縮用途，更要求加注健康建議。非常希望我們的政府盡速去研修相關的食用紅色7號，把它從可添加的部分刪除使用紅色7號，國際間 Codex、歐盟、日本能准用，我國尚無立即刪除需求。消息強調，雖然紅色7號色素未遂禁用，但係持續滾動評估使用範圍和限量的修正。記者綜合報道。中內用品問題油的事件，市長蔣萬安是要求台北市聯合病院開設油品健康諮詢門診，也毋過到達，敢若有4人掛號爾。早起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新朋友的批評資源使用錯誤，影響市政效率，應該檢討。也毋過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強調講無浪費醫療資源，嘛強調講這是甲家長座談提出的具體建議。雖然是平常日的這時，也是有真濟家長帶囡仔到兒童樂園佚佗。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出席親子節的活動。不過，因應中年油脂爆發問題油的風暴，台北市聯合病院設使用油品健康諮詢門診，到達敢若4個人掛號，引發討論。聯醫其實很清楚的說明，沒有浪費醫療資源，主要是日前我和家長面對面座談時候，家長們的擔心、憂慮，而且提出具體的建議。市政能力其實對於資源該如何配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用資源配置的錯誤其實會造成市政效率上的浪費，我覺得是值得檢討的事情。問題油的事件探燒，蔣萬安提出倒來個議題。15號邀請去花蓮出席全民團結禱告同心大會造勢活動。不過，這陣大火爆發，韓國瑜甲布昆萁的衝突，外界嘛要講蔣萬安是不是已經佇兩人之間選一邊？其實很早就已經安排，週末我就會到花蓮還有宜蘭去輔選。那當然，最主要我也強調，其實各地方如果有需要幫忙的，我一定全力以赴。他已經講過很多次，他倒閣的目的最終是要解散國會。那表示國會表現不好，他也知道表現不好的龍頭叫傅崑萁，所以特別到花蓮，然後還在這個首腦的地方，這個是還蠻嗆的。選前我見調研繼續咧答，針對進前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在行動中常會當中講到，需要的是會當合作的縣市長，不是一個單純徛佇對抗立場的縣市長。蔣萬安是回叫，需要的是一個會當合作的總統，不是逐工甲主流民意對抗、甲立法院對抗、甲在野黨對抗的總統。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花蓮縣的秀林鄉和平林道，昨一台沙石車拼車，一個65歲姓張的駕駛，伊透早賽車經過這個林道，煞拼車跋落去80公尺的山崖，這個駕駛人是飛出去，互土石地着，互救出來時就無性命現象。那患者已明顯無呼吸心跳，那身體的大部分是遭土石淹滿。那現場的救援人員徒手挖掘後，利用 SKD 包覆，將患者拖拉至平台後交由情緒處理。畫面會當看到這個所在是真崎，搜救人員就愛吊索啊落去80公尺的所在，才看到這台沙石車。也毋過駕駛無佇車內，落尾是佇林道下面20公尺的所在，才找到這個駕駛，著傷是真嚴重，嘛已經無喘氣、無心跳。警方報請檢察官上驗，要來釐清事故的原因。再來看台中市的警方抓到一件販毒案，一個60歲姓葉的查甫人，佇台中地區鎖定50歲到60多歲、行動無方便、見毒的人，將毒品送到厝裡。警方是趁伊要出門送毒品的時抓到人，嘛查出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買好真久的專案小組人員一下市外來，將準備開車外出交易的姓葉的查甫人壓制抓起來。警方佫佇伊的徛家找到暗旁超出準備要出貨的毒品。非常歹勢啊！我看唔見。
共調查60歲姓葉的男子，為2025開始，就佇台中市區以三角厝的方式賣分裝好的毒品。為着要閃雜誌，伊閣特別針對50歲行動也是交通不方便的中高齡食毒者，提供三角厝的服務。主動送毒到指定的社區，並於車內及社區內電梯、地下室等隱秘的處所進行毒品交易，規避警察查緝，滿足高齡施用毒販出門購毒不便的需求。專案經過台中檢方檢舉，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細葉的查甫人提公訴。台中市刑大表示，這個食毒的人大部分攏是高薪級的人大，也是厝內人定定無踮身軀邊的中高齡老大人。那老公老基金會指出，中高齡食毒者除了部分是少年就食條例較大，真濟個案是食老欠心理上的支持，才會來食毒。如果是獨居多的話，有可能是一種社會的孤立的狀態，就是他本來比較缺乏人際互動跟支持，那這群人剛好有事實就進去了，就獨居的現狀，然後成癮的問題有可能更不容易被發現跟協助，所以這個反而我覺得未來要特別留意的地方。老公老基金會分析，欠生活重心甲關懷，若閣拄到心情失落的代志，中高齡者就真熬發生這個代志。除了第一線社區志工甲無帶做伙的親人愛有敏感度，若發現這個狀況，嘛愛串聯社福甲社區的資源，用早解毒閣輔導心理。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有一個真正是當季奧運國手姓吳的查甫人，伊即擺已經70歲了。雖然破病倒佇眠床，閣指揮10外個人對柬埔寨、緬甸等國家甲毒品藏佇身軀，有的是假做藥果、零食品寄來台灣。佇今年5月，互雲林的警方閣還迅速抓到，這個姓吳的主嫌是互揪出無期徒刑。海巡署查緝人員將嫌犯誘入車子後，車頂超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檢驗查證法國運動案，發現這集團主嫌受真濟項毒品前科，已經70歲正當副車車姓吳的國手，以指揮人員使用人體運動方式，為柬埔寨甲緬甸等國將漢民走私來台。你不願意配合的？好，我們現在依據檢察官拘票執行具體。分批緝獲以人體夾帶毒品走私的集團成員。吳姓主嫌見此種方式行不通且損失慘重，遂改以郵寄包裹夾藏毒品，闖關一遭警方同步緝獲。因為人體溫度被看破，姓吳主嫌改用毒品假做是藥果，用食品包裝寄來台灣，由完後檢警查到。就是堅果這個嗎？是腰果的吧？運輸毒品次數高達4次，而前後夾藏之海洛因高達2300公克以上，惡性重大，殘害國民身體健康甚巨。檢警發現姓吳主嫌因為破病長期住院，已經汽車靠呼吸器無法度落床甲講話，有人用拍擊方式指揮滅毒。14個嫌犯照食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起訴，其中姓吳主嫌甲2個集團幹部被揪處無期徒刑。醫師表示，用人體溫度死亡風險真懸。假設其中一個膠囊破掉，那出來的量呢是可能是平常吸毒的人呢是好，甚至有時候上100倍的這樣子的一個劑量，所以一下子就中毒，然後甚至可能就呼吸衰竭就死亡。新型毒品危害體懸，國科會13聽出新世代販毒策略行動綱領第3期執行成果，由法務部、衛福部甲教育部等機關報告執行進行。其中法務部已經盤點毒品犯罪類型、藥液檢驗結果、甲績效使用毒品情形等統計項目，按算8月底對外公布上新毒品統計，做後續道前分析甲政策精進的參考。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美軍林肯號航空母艦海上部署進入第9個月，連續200多天攏無入港。有美國的軍事媒體就指出講，軍艦5000外個官兵欠缺食食甲水，嘛面對光線設備各種等等的問題，甚至閣別講有人要自殺。美國國會議員是要求國防部說明，嘛講要訂立調查。美國國防部長是駁回講媒體報道無影無跡。美國2間軍事媒體《軍事時報》甲《星條旗報》引述官兵家屬的講法，美國海軍航母林肯號的5000位官兵，當面對欠食食、光線故障、甲長期部署傷忝等等的問題，顯示長時間出海的生活條件。
已經影響一寡官兵的身心健康。這個講法引發國會民主黨議員的關注，要求國防部對外說明，也要求上南調查。If we've won, bring everybody home, and if we haven't, tell the truth about why we're still there, and provide clarity to these families whose loved ones are in harm's way, and provide clarity to our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rving, who are giving their all to this country. 林慶和在2025年11月2日對加州聖地牙哥出發去南海執行任務，2月予重新調派到中東地區，來應應美國甲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攻擊。因為美國甲伊朗的戰事無確定，林慶和原定5月結束的部署任務一直前，到達出海時間已經超過250天，創下200多天無入港的記錄。報道指出，官兵超過1禮拜無法度洗衫，因為旱地入港，也無法度定定食到鮮的食物。船艇閣傳出供線設備甲尾桶各種等等的問題，而且美國甲伊朗直直交戰，也予平常時的後勤補給體系攏亂去，致使船艇物資供應受到影響。加上長期部署對船員的心理健康造成真大的壓力，甚至傳出有官兵想要行底路。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right? I don't expect for it to be a luxury lifestyle,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the basics. 根據2025年一項研究，甲美國白將軍相比，海軍的官兵因為船艇的大環境無好、噪音，閣有相長的工作時間等等的因素，出現嚴重的心理壓力的比例上懸。林慶和長期部署，也閣在顯示官兵面對的身心壓力，也閣有美軍後勤補給甲戰備能力的挑戰。美軍計劃按照原底輪調計劃，又交佇華盛頓號交替林慶和，毋過確定的時間還未公布。公司新聞張淑芬報道。約旦河西岸暴力衝突閣繼續在炭燒，有一個巴勒斯坦的磚頭，最近是予以色列人切斷水電，閣要甲因趕走。其中有一戶是美國公民。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就批評講，這是一款真惡質的行為。大型軍事突突機駛入磚頭，戰車甲警力甲道路塌條條。約旦河西岸的庫斯拉川最近變做以色列屯墾者甲軍警攻防的激戰區。外媒報道指出，屯墾者為清查開始，毋但封鎖道路、斷水斷電，閣封鎖幾落戶巴勒斯坦的人家厝。受困者閣包括幾落個囡仔，食米甲生活物資強要消磨了了。طلعوا الأولاد من الدار ودخل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على ساحة المنزل وأخذوا الفراش وقالوا لهم نحن نقعد حاليا الأولاد قاعدين برا في تحت الشجر。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希克比嘛罕見來批評，屯墾者行徑，互人兵敗無法度接受。美方破例講重話，全是因為互人困在內。處處之一是把美籍的企業家阿里德，伊佇遠遠千里之外，透過監視器看到厝內人斷水斷糧幾落工。以色列軍方後來甚至將監視器拆掉。They cut off the electricity 2 times actually, and we do have temporarily solar system installed running on a batteries, which is like an emergency backup. So that's the only electricity we have. 以軍雖然講派遣部隊是為着保護居民，佮拆除違法偵哨站，毋過當地船長指控軍隊到現場毋但甲屯墾者做伙祈禱，甚至強制將數十名巴勒斯坦居民趕出因兜，將人家厝當作臨時的軍營。يعني للأسف اليوم كان في قو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جيش دخلت على البلد شلت الحركة التجارية والصحية في بلدة قصرى。聯合國統計，今年已經有將近3800名巴勒斯坦人因為屯墾者的暴力、拆除來無所在通住。儘管國際法認定屯墾區非法，不過在以色列右派政府的支持之下，屯墾者攻佔行動緊來緊向，恐驚會予約旦河西岸陷入一個暴力輪迴。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今年歐洲熱浪是溫度真懸真熱，加做真儕國家核電廠冷卻使用的德諾河，即賣水位是真低落。羅馬尼亞宣布講，國內唯一的核電廠全面停機，匈牙利的核電廠嘛只會當維持25%的產能。
羅馬尼亞國營核電公司8月13宣布，因為冷卻核電廠的德勒河水位降到歷史新低，羅馬尼亞開始予國內唯一的核電廠全面停機，造成這個國家1/5的電力虧欠。核電公司7月已經關切納福達核電廠1號反應爐，2號反應爐也是這個國家最後一座咧運作的反應爐。在個真儕項緊急搶救措施攏無效了後，8月13正式停機。這嘛是這個電廠2003年大考驗以來頭一屆停機。廠方表示，尚無未來10天以來無可能重開，必須愛看德勒河水位回升的狀況才來調整。So there's a lot more planning that might need to be involved now, regardless of the power source. You know, there's not one power source that's immune from this. Eac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and so governments getting ahead of that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咱來匈牙利境內的帕克斯核電廠嘛，因為德勒河水位創新低，8月7日因為可汗，面對建廠44天來頭一屆完全停機的命運，目前只會當勉強維持25%價電力的輸出。In my vie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hat the nature sent to us. In my view,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cooling methods available on the site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若是德勒河，歐洲主要的河川包括萊茵河、泰晤士河、龍河、甲坡河，水位攏繼續咧下降。另外，歐洲當咧面對今年熱浪第5波的效應，英國倫敦西部13降溫超過38度，創今年新高。其他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也個巴爾幹半島，降溫攏要到40度。公視新聞景元慶報道。過來消息來看，高雄市高山區一間林家厝昨暗火燒，火是真緊就拍花，嘛無人著傷。有厝邊講有看到人嘅放煙火，警方早起嘛找到這個放煙火嘅查甫人。這個嫌犯昨是閣有留佇現場假好意，得到3工救火，嘛已經予警方以公共危險罪上班。加油！加油！加油！消防人員一到現場就趕緊救水線，因為火燒的地點是高雄高山上圳街一家厝，巷仔路4條厝閣攏聯動的，避免火燒的範圍愈傳愈寬。消防除了一戶一戶去確認民眾安全撤離以外，也佇咧半點鐘內就甲火拍花，加在無人員受傷。不只個包括厝邊遊客，大家攏講火燒進前有人咧放煙火。外口有鞭炮鞭出久的，來到當天啊，當天了我落來看就聽到鞭鞭叫。你看停車場裡面啊，我有看到啊。對啊，那證據就在那邊啊，那時候有人在那邊，我就。他間斷斷，總共放好像2-3次的煙霧。目前確實是有看到一些有鞭炮的一個狀況，那後續還是要交由我們的專業單位火調人員進行勘查。聽到可能是有人放炮啊引起火燒厝，警方透暝看監視器去比對抓人，發現炮啊是這個48歲姓黃的查甫人放的，甚至消防拍火時陣，伊閣有來現場鬥3工。警方表示，嫌犯講伊心情無好，看厝內底閣有過年春的煙火，就提來放，沒想到會引起火燒厝，唔是挑工的。不止個買手也是按照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當時說他沒有想，就是心情不好，喜歡放假炮啊呢。他沒有針對任何人，他沒有跟那邊用到的住戶沒有任何的那個。放煙火透心情，煞甲人厝的後壁搞燒了了，加在是厝主拄啊好無佇厝，行動不便的翁婿是住佇個頭前棟，無造成傷害。警方提醒，放煙火愛找到所在，放線嘛要注意時刻連燈的狀況，避免火車亂噴造成意外。記者柯家如柯超陽高雄場報道。台東縣當個辦的氣球嘉年華會有8場的煙火秀，昨煙火會賽是落佇台東市森林公園 PBO 的附近，嘛造成樹林的着火哦。佇飯店中華火才拍花。今年的國慶煙火嘛佇附近來放，環保團體就呼籲講，一定得愛斟酌規劃，才袂閣發生意外。台東縣熱氣球嘉年華會倒算第2場的光雕煙火秀，13暗時佇咧台東市海濱公園國際地標舉行。光雕秀了後，就會放真水煙火，啊，毋過疑似有一粒煙火落佇咧附近森林公園 PBO 保安林造成火燒。台東縣消防局消防隊員趕緊用奧多擺入去安水線，嘛用空氣機指揮拍火。已經打開這個會燒過來。因為燒的所在有2葉，面積大概要1公頃，14透早才甲火拍花。台東縣農業處初步調查，發現木麻紅、銀合歡，還有一寡茶基去用燒氣，會閣保證一寡樹仔，恢復環境的生態。應該它這邊就是讓它自然在做生長啊，自然恢復。
縣政府他們也是很努力，只是說在這個風險評估，他們可能比較不嚴謹。不過發生火燒的新林公園附近，就是今年放雙十煙火所在，嘛閣互環保團體真關心國家慶典甲環保生態共存的問題。要規劃這樣的一些活動的時候，那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煙火的這樣的一個釋放，然後能夠以其他的替代的一個形式來進行。官府就表示，雙十籌備會辦三討論了後，要改變做要較低分貝煙火，而且甲放的時間縮短做30分鐘，放的角度會向海面放，嘛繼續和環保團體溝通，而且聽因的意見，甲雙十煙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記者綜合報道。台南的七股甲將軍連續2天攏有對供電棒的所在着火，民眾是真煩惱，講供電棒燒起來敢會有重金屬的污染。毛民意代表要求講，唔但愛調查着火的原因，嘛愛來追究業者的責任。對空飛機看落去，白煙一直衝起來，邊有消防人員在抓水。台南七股和將軍8月初到初10，連續傳出2站供電棒火災，因為暗場甲壓貼，經消火陣敢若看到烏煙趕去找現場，實際到場塗骹有糞掃和升燈器的供電棒。現場5個人講，這放1-2檔攏無事，有可能是有人點火。我咧甲看是人點的，不會太多咧，你個放1-2檔啊。據了解，七股着火這個地點，應該是新興光鐵集團相關的案場。七股區大潭里里長講，這個所在真久以前就8噸滾啊8架案場的幾乎含材料。自從去年風颱了後，案場就豆豆爬荒，在地居民煩惱，若個火燒，恐驚會引起環境污染。既然講迄個無要做啊，也是感覺用你應該愛來清我清氣，要去看後壁個足濟，萬不哩以後若個燒起來的話吼，這吼烏煙啊毒煙吼，裡面的我做一我。人落過來裡面咧講好，迄燒就到大煙吹來，煙一個味足歹。這場火災嘛，互人看到漁電共生歹收煞的所在。有明代批上該集團當時以漁電共生的名義申請許可，講要飼魚仔煞無影無隻。明代要求市府絕對袂當用一般火災烏落無濟就准過。用名義上你是要做光電板來這裡做，但是呢，你怎麼沒有做好管理？不管農業局、環保局。都必須要去做清查，只要太陽光電板去碰到水，你會污染到我們的土地耶。經查，並不是現有運作中的漁電共生的案場。目前起火原因正由警消單位進行火災調查當中。台南市路局回應，七股火災地點在114年就廢掉農業設施溫準使用，目前正在列管辦理廢棄物清理計劃審核。那將軍區這邊根本無提出溫準使用的申請，農業局強調會發文予因管理的漁電共生業者，要求加強按照巡查、維護甲安檢。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來看嘉義市的東門營區啊，5月開始施工，本地按算9月就當完工。所有民眾發現講，親像去挖到古早的城門，所以文化局嘛依照文資法要求愛先停工。17會邀請文資委員會勘。營區改善工程的現場，將挖出來土石暫時用布蓋起來。邊仔原本要管紅毛頭的窟仔，即馬嘛暫時停工。這個東門營區原本當咧進行整修的工程，意外去互民眾發現挖出來的物件，好像就是清代時期城門的紅磚啊甲石板。東門營區在施工這個事情，算在心裡就有個疙瘩在那邊。對結果看下去，不得了，對，就是真的清代的那個紅磚的那個結構啊，然後還有那個很巨大的那個石頭。第二層是那個大的板石，大地迄我看到迄個你看迄個十地迄個啊，最下面拆成才是紅磚，伊這下底全部攏紅磚。家己居民合作主樓，捌佇1704年建成，後來因為第當時的城門只剩東門，日本時代國改建築營區較大，市政府原本要來進行營區環境的整修工程，所以意外挖到親像古早城門的建材，接着民眾通報的嘉義市文化局真重視這件代誌。兩名停工保存現場，暗算要請相關專家到現場來會勘。在那個切面中看到，有一些鵝卵石或者是紅磚，清朝的紅磚的遺構。那以及在附近其實有散落一些疑似是挖起來的那個長條形的石頭，所以我覺得就這個判定已經可以知道它其實是一些人為的遺跡的遺留。下禮拜的時候也會帶着文資委員呢一起到現場去做現勘，後續呢我們就會依照文資法的相關的行政來作為處理。地方文書人士指出，
諸羅城最後留落來東門，經過地動戰爭甲都市建設的影響，最後也是佇1955年來無去。所以地方對諸羅城意向一直以來只有和平甲符合。即馬找到可能有322年前的城門遺構，嘛希望相關單位會當好好重視，替地方保存重要的歷史痕跡。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全台灣有7000外的放射師，也毋過實際執業人數卻愈來愈少，因為咱台灣的放射師起薪差不多是4萬塊左右，佇新加坡一個放射師會當領到12萬，所以有袂少人攏出國去食頭路。放射師的專聯會就提案，望講健保署會當來提升咱國內放射師的待遇，來解決欠工的問題。協助患者接受放射機器的檢查，隨閣看影像狀態，又該服務後一位患者。放射師這個職業是真欠人，加上檢驗需求真濟，工作時攏無用氣，甚至無時間食飯。高張的工作，還要必須要具有很大的專業，而且隨時可能要接受 on call 回來 on duty。目前來講，要招募的履歷表都很難看到有履歷表。目前全台灣職業的放射師7000多人，對衛福部推動各項的預防政策，親像加劑量電腦斷層體驗體檢等等。即馬是比過去更加需要放射師，不過人力卻一直流失，因為佇病院服務，新開始的薪水是3萬到4萬，不過去科技業也是儀器公司，薪水較好，甚至新加坡最近也來台灣招人才，開代票12萬的薪水，這2年提供大個所在，但你也攏補助轉去台灣的機票。請真濟放射師去，國內龍頭到華病院底底，因應最近健康大樓起好，為着補放射師的人力，也加強產學合作，增加獎金，鼓勵畢業生投入。在今年的暑假，我們有一些成效，有一些特定的幾個學校比較多的來我們醫院報考，那執照通過之後也可以上線。政府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其實在今年早些時間有跟我們討論要如何來幫這個醫事放射師加薪啊。那我們現在也討論到差不多快有共識了。放射師專聯會表示，人力的問題不是孤一間病院、孤一個區域的問題，需要國家重視，已經向衛福部提案。希望修正制度，讓放射師甲病院攏會當受益。對此，健保署回應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謹慎評估。記者綜合報道。遠洋漁船的船員若破病是真麻煩。漁業署表示講，未來無分本國甲外國的船員，攏會當來使用遠距醫療，而且上濟當來申請1萬塊的醫療補助。遠洋作業市場離岸遙遠，船員若有傷病治療的需要，受船長醫療設施甲遠途的限制，常常愛行幾6天才會當就近佇外國港口就醫。除了誤着治療的時間，嘛增加漁業經營者的營運成本。對此，漁業署頒布通行檢測治療辦法，除了規定愛簽約醫療機構提供船員遠端診療，大家遠洋船員會當申請上懸1萬塊的醫療費用補助。海上的醫療就是不方便嘛，那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說能夠。透過視訊方式，其實可以讓醫生可以看到病人，或直接跟病人溝通啦。在這邊，然後找遠端醫療的醫生。除了透過遠端視訊未來政策，嘛延伸到船長醫藥品管理，確認大家船長佇出海之前有照大家船員的身體狀況和病情，甲醫藥用品傳好交，佇船長和醫師診斷了，就通隨用藥。即便說你這個船員的傷勢或病情評估必須要就醫，那也能夠在還沒有到達陸地上醫院接手之前，能夠有一個有效的一個控制。工會表示，其實海上緊急醫療機制已經由船東放真儕年，和陸地診所攏有聯絡，即個補助和獎勵措施，嘛納入非緊急進行的通信診療，進一步顧到遠洋船員的人權。記者綜合報道。棒球協會宣布講，台灣取得2027年12強預賽活塞，甲2028年洛杉磯奧運最終資格賽的舉辦權，也就是講關係到奧運參賽權的國際比賽，攏會佇台灣舉辦。這個感謝棒協在爭取比賽的過程當中非常的積極，我們也同時希望負責舉辦比賽的棒協能夠盡量爭取讓這個地主隊我們有地主的優勢，能夠爭取賽程對我們相對比較有利啦。我覺得這個是站在中華職棒要參與比賽就主訓賽的這個單位而言，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中華職棒會長蔡其昌表示講，感謝棒球協會爭取佇咱台灣比賽，咱都有地主的優勢，球迷嘛唔免擱專工坐飛輪機去國外來為台灣隊加油。2024年，咱台灣隊佇12強比賽是摕到世界冠軍，未來比賽會甲2028年洛杉磯奧運資格做伙比，台灣隊除了要來拼12強賽，嘛要來爭取參加奧運的資格。來看明仔載台北市獨立冊店招公民團體、閣有藝文團體要佇青島東路來封路鋪道。主辦單位是表示講，文化中原祭典毋是宗教的活動，是文化實驗。被破的對象是佇威權時代為民主人權犧牲的先輩。燒香合掌，為了感念佇威權時期犧牲的民主先輩，島外有冊甲島外文化協會拍算8月15，即禮拜六佇青島東路逢甲辦2026文化中原祭典。主辦單位希望透過這場獻予歷史亡魂的祭典，讓民眾理解台灣過去的歷史。透過這種民俗的文化的語言，在台灣人的生活裡面埋下一個暗示。只要一到普渡的時候，就會想到青島東路3號，就會想到說台灣曾經過去有40多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在咱普渡的過程當中，咱無分你無分我，共同來受到這個後代供養。尤其是咱這個白色恐怖，以及咱台灣，咱追求民主過程當中來所過往犧牲的這個民主前輩。主辦單位講，這場普渡毋是宗教的普渡，是一場文化的實驗。現場也會有咱台灣人上熟悉、煞無啥了解的民俗文化。比如講，咱的嘉義市的武雄文化祖產家族，是講咱的這個念歌的藝人，寺廟的這個彩畫，來這個畫書，再透過文化中原祭典，一方面呢熟悉台灣的歷史文化，第二方面呢嘛會使吸收到咱民俗文化內底一寡精神安尼。文化中原祭典會對下晡到下暗，暗時9點半，閣會有道教、基督教、中傳佛教聯合為民主前輩，甲台灣這片土地祈福，結合傳統民俗的普渡，甲白色恐怖的歷史。這場文化中原祭典也敢若是一個台灣歷史補課的大教室。記者顧耀基、林秀凱台北報道。台灣的布袋戲翁仔穿排灣族的傳統服裝，要去日本交流，實在是真特別哦。屏東潮州公所甲日本交流翁仔，日本是甲傳統人形的翁仔借予潮州，咱是送原住民特色的布袋戲翁仔要去交流。電梯門一拍開，就看到布袋戲翁仔展覽，其中還有2身穿原住民的服裝，展現出台灣傳統文化和族群特色。這是屏東潮州鎮公所和日本駐仙館大主町推設雙邊交流，5月展出到今，吸引袂少日本人參觀。這屆提供布袋戲翁仔的，嘛是潮州在地阿高獎中戲班團。この人形はテリーさんが大子町に来たのをきっかけに交流を始め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って。大子町の役場に今飾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潮州的布袋戲嘛，攏算集團攏真優秀，包括咱個皮仔戲，同時可以當展現着咱原住民因的扮相啊，因的服飾，講足水的物件。咱共同攏甲推廣所以走向國際。團長表示，因為布袋戲和歌戲是潮州在地重要的文化傳統，若閣結合族群和歷史內容，就會當甲別個國家交流。潮州鎮公所表示，會先對靜態展覽開始，未來會當做布袋戲的演出，讓日本人更加了解台灣。阮拄開始是小規模的交流，到尾因的布魯斯黨的囡仔、行政管樂的囡仔來阮遮，甲阮遮的囡仔做交流，大家就建立一個較深的感情啦。主任秘書講，鎮公所和駐仙館已經交流有4檔啊。去年駐仙館水市布魯斯黨嘛有來潮州鎮做音樂表演，雙邊雖然無簽任何合約，但是一來一往交流甲足歡喜。鎮公所希望會當透過文化教育甲音樂的方式，讓日本朋友經入捌潮州。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再來看台北故宮參國內外5間學校合作，用買相關的文物來正做主題，讓學生運用 AI 技術來創作影片。學生是攏真有創意，那麼做伙來欣賞。這商朝的馬怎麼長得像個符號？高點剪報開水講會，
咧小解買積極的意見，這是高雄參東吳大學等各大外高經學校合作，用買的文物做主題，讓學生運用 AI 技術來做影片的成果。參與創作的淡江高中李東二表示，伊原底無接去高雄參觀，這擺創作讓伊了解要安怎運用 AI， 也對典藏文物更加了解。接觸到了我平常不會接觸的故宮文物。那學習過程中，因為需要用到 AI 啊，然後還有一些影片創作的 App， 那學習上面跟平常在學校呢，就是學不到的東西，所以這是讓我覺得非常新鮮的體驗。拜五高雄甲東吳大學對外舉辦成果發表會，高雄院長表示，高雄提供文物影像甲相關資料，讓學生透過 AI 的工具來創作，希望為典藏創造新的想象，也讓大家對文物的欣賞有新的啟發。我們要跟上這樣的一個潮流，然後透過故宮的文物，然後知識，然後還有大學的USR 的一個社會責任，然後推廣到所有的高中，甚至未來的國中小學。AI 持續改變人類的生活，高雄也希望高雄會當成做一個大型的教室，對幼稚園到大學攏會當運用高雄的資源。那這屆完成的數位作品，以來按算透過高雄公開展示，讓更加多民眾以無同的方式親近文物，感受傳統文化迷人的所在。記者東家長謝桂林台北報道。來看南投縣文化局辦山城厝內學台語的活動，替大人來開台語字的課程，嘛用台語講故事給囡仔聽，大人囡仔攏會當做伙來學台語。伊個人放佇咧伊個巴肚頭前的舉手。台語老師摕繪本來講故事，互囡仔對上簡單的字豆豆學台語。家長嘛認為講故事對囡仔來講是上輕鬆、上自然學台語的方式。我感覺這是一個文化，嘿，從以早到今嘛，一種語言吶，所以我感覺講囡仔嘛愛學。做咧甲因講話，其實因攏聽無學，無法度開講的，所以想講愛有機會愛參因加講台語，愛互這個語言繼續留落去。因為囡仔大人攏愛聽故事嘛，用一個故事吼做一個引起動機啦。南投縣文化局配合文化部台語家庭的計劃，嘛特別開大人學台語的課程，互更較儕人毋倆會曉講台語，嘛會當捌台語字。也無閣得用吼，久了會袂記哩，就是愛食練食講。倒一個較困難，寫迄個字根本都看無。大人的話吼，因為已經年紀有啊嘛，阮也經過一寡訓練過，所以咱可能會當較深入讀寫這個部分吼，互伊會當較流利、較伶俐的。南投文化部表示，這個計劃山城厝內講台語，有儕課程內容真多元，毋管你的台語的程度安怎，攏有相對應的課程會當來學習，而且攏免錢，鼓勵閣較儕人來參加。學母語、講母語、傳承母語。記者安修南投報道。下晡報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外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